用戶打開你個網頁，第一眼應該睇邊度先？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如果你控制唔到用戶嘅視線，咁你嘅設計就真係有問題啦。視覺層次就係用設計技巧引導用戶按你嘅順序去接收資訊。建立層次有幾個招數，第一係大小，越重要嘅元素就要放得越大。第二係顏色。高對比度嘅顏色最搶眼，可以瞬間捉住眼球。第三係位置，人類嘅視線通常都習慣由左上角開始睇起嘅。第四係留白，一個元素周圍嘅空間越多，佢就越能夠突出自己。第五係字重，粗體字自然比幼體字更加吸引注意力。一目了然，新手最常犯嘅錯就係乜都想強調，結果等於乜都冇強調過。一個好嘅視覺層次必須要有清晰嘅主次之分，一個主要焦點，配合幾個次要元素，而其餘嘅部分就作為支援性嘅內容。下次打開任何 App，試下觀察自己嘅視線路線，感受下層次嘅威力啦。